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泰迪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下關於的士牌呢個問題。咁近期就有條新聞關於的士業界咧，想政府幫手回購咧的士牌嘅，咁要價都係400萬一個啦。咁關於呢條新聞咧，大家嘅反應都係，你咪傻嘟咗啊！咁下邊咧就有網民留言咧話，特單要求政府咧16000蚊一尺回購第一城單位。可想而知，大家對於呢個提議係幾咁覺得不可思議啦。咁提出呢個意見嘅人呢，就係信安車海負責人，咁智慧出行聯合商會主席周國強。咁我睇另一條新聞就係講話佢係要求政府係500萬回購啦。咁至於係400定係500呢，咁其實分別都不大嘅，其實都係冇咩可能嘅事嚟㗎啦。佢個理據係咩呢？就係數據分析咧，現時市價符合翻40年嘅通脹升幅啊，即係由佢當年40年前買到依家咧，咁而家400萬、500萬咧係好合理嘅價錢嚟嘅。咁我唔知佢點計出呢條數啦。咁呢條友嘅梯度又咁長咧，其實擺明佢起碼都有幾十個甚至要成百個的士牌手噶啦。咁不如我哋傾下個的士牌今時今日嘅價錢去到邊啦。咁今日係2025年6月10號啦。咁我哋睇翻咧。香港市區的士牌咧，咁啊金威汽車有限公司個網站上面嘅的士牌價啦，咁而家最新紅的個價錢咧就係195萬，咁綠的咧就係145萬啦，咁藍的暫時又睇唔到住，咁但係公共小巴就30萬，咁其實1-2個星期前咧個價錢都仲係超過200萬嘅，210定220啦，大概係咁樣嘅位啦，咁而家已經跌至咗195萬啦，咁同埋咧。大家要明白，195萬係佢掛出嚟嘅價錢嚟嘅啫，係未有入單成交係有呢個價錢嘅喎，即係分分鐘其實如果你真係要成交，分分鐘去跌至150萬定係低於100萬都唔出奇喎，因為冇人知啊。咁佢呢度牌價寫住咧係2025年6月10號啊，即係今時今日嘅價錢嚟嘅。咁以我所知咧，呢個價錢其實幾日前已經掛住咗㗎啦，純粹係冇 update 嘅啫。咁唔緊要，咁我睇翻另一間就係香港的士交易所啦，咁就佢就有個最新成交記錄嘅。咁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呢邊冇 update 定係點啦？個紅丁嘅牌價咧就去到202萬，多咗隔離台咧係7萬咁多，真係。呢個唔係重點，我哋睇翻香港的士交易所嘅最新成交記錄啦。我唔知佢冇 update 定係點啦。咁最新成交記錄咧，2025年1月24號，咁嗰個成交價咧係268萬。咁我就計翻佢本身呢個網站咧，都爭咗成66萬，即係相隔唔夠5個月咧。個成交價由268萬跌翻到202萬，但係202萬唔係抵喎，隔離台195萬咯，同埋係未有成交嘅喎。咁究竟佢係冇成交記錄咧，冇 mark 低定係完全冇人成交咧？咁就真係冇人知啦。咁但係我哋就算佢呢個係成交記錄啦，係真係一個市價啦，都爭成60幾萬，5個月爭成60幾萬，平均每個月跌咗10幾萬，哇！咁真係唔怪得知啲主席啊、啲管理層啊、啲業界人士咁緊張啦，真係。咁我睇翻咧，其實紅的個的士高位咧就2015年咧嗰陣時就賣咗723萬，哇！10年前723萬，咁計翻通脹咧，我諗而家都抵得翻係800幾萬咁樣。咁而家現價都係200萬咁上下。即係呢10年，如果嗰陣時條友真係723萬買咗，而家真係唔知輸到點，即係冇咗5球幾嘢喎，即係冇咗層樓喎10年。的士牌個升跌咧就未必關我哋事啊。咁我哋不如傾下點解會無啦啦跌得咁勁啦。咁好簡單嘅啫，咁香港係有 Uber 啊嘛，咁政府對於呢白牌車嘅打擊力度係唔夠大嘅，跟住老實實咁，所以對於的士嘅影響係非常之大。點解？喂，其實普遍即係唔係話普遍啦，因為話有部分的士司機嘅態度真係爭啲。咁相對之下 ，Uber 同你差唔多價錢，咁其實大家都有得揀啦。Uber 又有得評分啦，啲司機有禮貌啲啦，架車又叫做乾淨啲啦咁樣。咁你的士司機都仲係咁嘅態度，其實真係好難頂嘅。咁老實實近呢2年咧，的士司機普遍態度係好咗好多噶啦。咁我唔知係咪老一輩唔做啊，定係嗰班衰人唔做啊，定係大致上係大家啲態度都好翻啦咁樣，即係呢啲人唔知啊。咁但係普遍係好啲老實實。咁但係我講翻先，咁香港政府唔單止打擊呢啲白牌車力度好大啦，近期又出新聞話會嚟緊立法規管白牌車，即係規管嘅意思即係其實你有個框架去做白牌車呢件事，咁即係有個框架
之下，咁即係等於你發牌俾白牌車，即係你俾白牌車去做，我合法咁樣搭 Uber 搭其他滴滴啊嗰啲，咁點解我仲要候住個的士牌？因為的士牌係一個數量限制先值錢啊嘛。咁今時今日即係同你差唔多公用嘅白牌車都諗住有機會發牌啦，咁的士牌自然就跌到咩咁啦。你睇睇隔離大灣區深圳啦，其實佢哋的士牌係跌到0蚊咁滯，即係香港嘅的士牌分分鐘係有機會跌翻0蚊。好，咁呢個時候就會有人問啦，咁的士牌而家一路都向下跌，我哋有冇買有咪入手嘅時機？其實嗱，因為講的士牌咧，暫時咁睇就冇咩前景噶啦。咁我哋應該將炒賣的士牌同埋的士行業呢兩件事分開先啦。咁的士牌咧，而家政府立法規管咗白牌車啦，即係有機會發牌俾白牌車啦。咁即係的士牌已經唔再係無限供應咁樣嘅情況啦。咁同時大陸嗰啲滴滴打車啊嗰啲咧，係不嬲都諗住想入嚟香港嘅。而家嘅情況就係政府好明顯就係會規管咗白牌車，跟住俾 Uber 甚至乎滴滴呢啲嘢方便啲入香港啊嘛。的士牌唔再係一個有限數量嘅嘢，咁咪即係唔值錢咯。其實暫時睇咗情況，咁所以而家就算195萬，一定唔係個底咯，一定可以再低咯。會唔會回彈？未知。咁暫時睇係咪有一個回彈嘅機會啦、前景啦、理由啦？其實真係冇。咁加埋滴滴係國家企業嚟啊嘛。即係既然大陸，即係我哋祖國係支持滴滴嘅，咁冇理由香港唔支持啊嘛，呢個好合理啊嘛。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就係的士牌有排再跌，我自己覺得，即係等埋政府真係立法規管咗，然後滴滴入埋嘅嗰陣時咧，應該會跌到一 round 啦。其實係咁，其二就係我哋唔講炒賣先，我哋講翻的士呢件事。其實的士業係咪一個夕陽嘅產業咧？我覺得都係㗎啦。其實佢未必會完全消失，但係炒賣的士牌呢件事咧，係沒有前景嘅啦。的士行業咧會唔會有前景咧？我覺得都冇乜。其實嗱，佢唔會完全消失。咁但係嚟緊，無論係外國定係祖國啦，都有好多自動駕駛已經慢慢推行緊。咁到時你可能係唔再有的士行呢件事咯，即係的士行啊嗰啲係唔會再有啦。因為到時係滴滴啊、Uber 啊呢啲大公司，甚至 Google 啊嗰啲咧，大陸嗰啲機械人公司咧就會出自動駕駛，即係個情況係咁啊嘛。因為佢哋有好完整嘅一個生產鏈啦、維修鏈啦，係出呢啲自動駕駛嘅汽車。咁自動駕駛幫你啲咩呢？自動駕駛佢可以無限出好多車，然後唔需要人咯。啲車唔會攰啊嘛，壞咗咪整，冇電咪叉電定入油咁樣。咁已經 skip 咗人力呢一 part 啦。即係的士行嘅意思係，以前有的士行，因為車主買咗把車，跟住要租俾人揾人去。其實佢租俾你，其實佢等於係僱用你去跑數啫嘛。咁但係你自動駕駛一出，你司機呢件事就唔值錢噶啦，人力就唔值錢噶啦，因為你做到嘅嘢個機器都做到啊嘛，仲要安全過嚟，仲要快過嚟，仲要唔識攰添，仲要成本上低過嚟。咁第二就係會好多私家車車主買嗰架車都有機會係自動駕駛。咁佢除咗朝早同夜晚車嚟翻工放工之外，中間嘅時間架車係有機會可以自己 auto 去做 Uber 嘅，即係你架車係送你翻工放工之後，中間自己去打工養自己。其實有機會做到嘅，即係當然啦，你唔知幾多年之後啦。咁就咁睇，其實人力上的士司機呢件事係越嚟越唔值錢。咁所以當年揸住100-200個的士牌嗰啲車行嗰啲，我唔知佢哋點啦。佢哋勁嘅就轉型啊，轉翻做自動駕駛又好咩都好啦。但係我覺得係冇咩可能啦。咁企一個牌價，佢哋幾低都好，佢揸包住幾百個嘅時候，嗰條數都係好恐怖啊。咁而家賣又賣唔到，其實而家個問題係唔係你個價格夠唔夠低啊，而係呢個市場冇人去接嗰件貨啊。你估佢哋會轉到型？我就唔覺得佢哋轉到型啦。你話 auto 自動駕駛啊嗰啲嘢，你一定唔會夠啲科技公司勁啦。你仲揸住老一輩啊、老一套嘅做法去做，你死緊啊嘛。其實咁，但係其實冇辦法，因為其實呢一刻佢哋揸住嗰啲貨賣唔出，靠炒賣的士賺錢呢件事已經冇噶啦。咁我哋就講翻頭先嗰位業界人士要求政府以400-500萬收購的士牌呢件事啦。咁好明顯啦，喂，呢30幾40年，你哋淨係食個租金、食個炒賣都賺唔少錢啦。咁呢個只有市場嚟噶嘛，你賺到錢嘅時候就唔關大家事，跟住呢個 moment 你輸咗啦，你蝕咗就要叫政府埋單啦。其實咁呢件事點諗都唔合理噶啦。咁政府會唔會有回應呢？咁我唔知啦。咁我估都好難會有噶啦。其實咁所以其實當年700萬、500萬甚至300萬買嗰啲人真係灰啊，好灰啊！之前買個華記乜嘢，唔係話300萬試一個
合理價錢先一個機會買咗啊嘛，我唔知佢咪真係買咗啦。咁如果佢真係買咗，都冇咗1/3㗎啦，同埋個價係放唔出啊嘛，個牌放唔出啊嘛。即使呢一刻係的士行啊、交易所嗰啲價錢都係擺出嚟睇啫嘛，其實係喺呢個 moment，你的士牌同股票啊同啲樓一樣啫嘛，冇前景嘅話，我點解要買呢？即係你話樓都話自己有機會住到啊，我有住嘅需求啊，咁但係的士牌同股票一樣啫，一個投資嘢嚟嘅啫。你有冇問個投資嘢？如果佢冇前景嘅話，佢輸硬嘅話，其實佢幾平都唔會有人買嘅。其實呢個先係重點啊。所以其實冇啊，呢件事直情係唔知做咩事㗎呢個。所以佢話的士牌叫政府400-500萬收啊，真係我真係費事讀嗰啲留言啦，即係大家啲回覆啊，真係黐線嘅呢單嘢真係。咁我哋再睇下之後點發展啦。